天哪，只有一个早上。你看，爸爸妈妈早上出来的时候没有这么多雪。你看多，这个风多强！哇哇哇哇哇哇！这个体感温度是-13，外面它写零下5度，其实不止。这个风，你看这个雪，可卡的我，可卡的我。这能见度很低，你看，前面有巴士要来，能见度很低吧？哇！然后这个周末又有一个冷气团，哇！哦，现在写 Merry Christmas 了，已经季节到了。天哪，看看，太恐怖了！哇哇，真的。